我怕你死在我家里，也有可能是在看电影的时候死在你怀里。咪咪咪咪，好看吧？来，行。你怎么了？少爷，隆重的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金小鱼小姐，不文中的新房客。谁让他进来？啊？谁？你的秀秀。我和刀夫人签了约，从今天开始入住不文中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不同意。不同意无效，因为这里的房产是刀秀秀的名字。走吧，小鱼，我带你参观一下你的房间。走啊，走。马上快死也不行啊！啊！我跟你说啊，我不同意。你怎么就能确定他今年一定会死呢？如果他今年死不了的话，你还会让他在咱们这儿住吗？啊！你必须给我解决了！你必……喂，我。看一下啊，这都是给你准备的衣服，多好看的衣服呀！这是不是给你自己买的呀？这专门给你准备的呀。少爷，老千找我谈点事情，我先走了。看来刀夫人谈判失败了，怎么样？咱们商量一下入住事宜。我不同意你入侵我私人空间。你的私人空间有3个人，是不是太不私人？他们住进来是历史问题，但我不想你也加入，你能听懂吗？听不懂，能接受男青年，但是接受不了美少女。你这个癖好有点儿……你住进来到底什么目的？钱啊，刀夫人没少给钱。哇，看样子你还是条大鱼。鱼大不大跟你都没有任何关系。你是大鱼，我是小鱼，未来住在一起，请多关照。我没想到你是拿自己做交易的人。我没想到你是吃软饭的人，还住老奶奶的房子。我吃软饭？我？整个青海集团都是我的，知道吗？那你有房本吗？有吗？好，你要住进来是吧？对。那丑话说在前头，没有人给你床头尽孝，以后所有的卫生都要你打扫，能听懂吗？喂，这院子这么大，我怎么打扫得过来？我还要工作呢。刀秀秀给了你那么多钱，你还有脸去工作？因为我想死在工作岗位上。我怕你死在我家里，也有可能是在看电影的时候死在你怀里。咪咪咪咪。我给过你加班费对吧？对。你能不能对你的前任雇主稍微有点敬畏之情？我还是你的救命恩人。干什么都不能有残留，尤其